乡亲啊，你捌伫个草仔埔，或者是树林看过这种鸟仔类无？红色的面，蓝色的背，颔管阁有一脸白色的羽毛，这就是二级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台湾定有阿种的环境雉，台语叫做雉鸡。每一年4月到6月是因的生产期。这个雉鸡一夫多妻，主要是分布伫个低海拔的平地，像伫东部的花东纵谷平原、中部的青泉宫、台南的山坡地等等，拢有因的影食。但是最近这几冬来，草埔啊消失，加上农地冲突，甚至因为起这个供电厂，这拢让雉鸡的栖息地流失，威胁到雉鸡的生存。伫花莲有农民开辟着友善的生态园区，加入着保育雉鸡的行列。也搁伫东华大学，咱的镜头更加是记录着雉鸡甲人友善互动的珍贵的画面。珍禽的守护者，这系列报道，咱做伙来看。其实环境除了创造我们的一个生产力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怎么样去兼顾到生态。光电厂的开发会造成我们这边的草地、森林面积消失。环境雉虽然会利用，但是这个是不是它最好的环境？研究调查都是要累积那个数据，才可以去知道长期以来他们的趋势如何。环境的部分需要时间让它变成大家的共识这样。花莲水尾北边的复兴社区是台湾土王来上大的产地。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食农体验区，农作物样式包括有地瓜啦、黄金薯啦，以及一些蔬菜类。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环境是蛮适合的一个环境。这里是一个10年来因友善环境的成绩，农地被注明是台湾特有亚种雉鸡时常出入的地区。对的，你看前面路中间有一只开始在往草丛里面跑。现在它是跑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了，有树荫的地方它都会下去，草在动。有没有看到？哇，开始在跑了哈，耶！对，刚好拍到了。恭喜恭喜！和农业会列入第2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的雉鸡是生态农场稳重版的惊喜。面是红色的，鸡冠是蓝色的，还有白色的颔壳，尾啊长长，这只是公的。毛色看起来真小，体长伫76公分以上。若母的，这个毛的色水比较就较暗，体型嘛较细只。一夫多妻一个雉鸡真必须，敢会使远远看尔。若要较近较看，也是讲搁较接近的，都要一步一步真细致来挖近。西过顶南，阮总算伫农场一个草埔发现有一对雉鸡伫遮讨食。讲到这个环境是跟一般鸡没有什么两样，天亮它开始就咕咕咕咕咕的叫了，那就是它的起床号。大概到8点9点，太阳一出来开始热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移动到比较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的。到下午的大概3、4点左右，又会下午场了，又开始出来觅食。伫农场内面，包括会使食的地景菜园仔边，真简单就会使找到雉鸡。有时头野关关伫境界，有时暗地伫行。雾气一般农民为了要3餐的问题其实追求的就是一个量的产能其实环境除了创造我们的一个生产力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怎么样去兼顾到生态。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让多种一些农作物，甚至于我们让它来共存的。比方说，我们种了花生，种什么？爱家里都可以种了地瓜，就种几行地瓜，那个地方给你是一个密室，它无形中它就会比较集结到这个地方来的。台湾阿种雉鸡是主要分布伫低海拔的原生雉鸡，也因为以浅山区为讨食的所在，时常引发因甲农民之间相抢粮食甲生存的战争。察觉周遭环境有异状，公鸟振翅鸣叫威吓，声势相当惊人。老农将环境雉的尸体高高挂起，向依次赶走其他鸟类。
里面有种花生的，所以听说他们比较怕红色，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们第一次用，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效，可是农民说有效。然后防什么？就防环境质啊。环境质会来破坏你的农田吗？它会来吃花生啊。为牧场的经营到生态农场，过去10多年来，赖明宏继续换立场的思考，要怎好动物的生存甲农友的收成取得平衡，期待因土地的环境变更较好。里面有人掉那个环境质嘛，会觉得太残忍的样子那样。我想说就分给鸟吃一点会怎么样的样子？他们就觉得说那个是害鸟，为什么要保护它们这样子？是友善耕作的，然后就是跟鸟共存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的缘起一开始就是真的是为了环境质而设立的农场的样子。第一年的做法就是完全都不管它，随便给它吃的样子。后来发现没有好熟农民会这么恨它，也不是没有道理。今麦伊秉持友善耕作，是点点保护地家族群的农夫。我不认同作物是要给动物吃的，可是我有那个雅量，可以让它吃一点，可以让它吃一些这样。之前这个种红豆，大概后面那个靠里面那个3排都被它吃光光。我能够忍受，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受啊。所以大家不要讲说啊，你怎么那么那个？真的，农民也要生活。气的破坏导致于气的压缩，这些野生动物它不得不到人的田里面来找食物。农民甲土地生物之间的冲突，主要拢是因为牛心。问题比较大的是原先生长在平地的物种，那你平地几乎没有它原始的环境，就是不管你走到那边都是人的环境。我们现在种的东西，它吃起来又方便，然后又好吃，那它当然就只好冒生命危险来田里面找食物。环境质主要的食物来源是果实以及昆虫，是属于杂食性的鸟类。它们经常会在低海拔的田间觅食，也造成了农作物的耗损，让农夫的收成大量锐减。没有被夹掉。那大概就没了。是啊。我每天早上来就叽咕咕，就是一堆鸟会飞起来。那它到底喜欢什么？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对，只有你周边的环境留一些空间给它，它其实它可以在那边活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有保育的观念，所以我就想说，就是用一个补贴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以目前来讲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吧，折中的方式啊，花一点钱嘛，会有野生动物存在的农场的那个环境，绝对是比较好的环境。我还蛮庆幸的是，这么多年我不会，好像还没有放弃这件事情。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就是代表环境质，谢谢你们。代表是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讲，想要翕照啊，就要比鸡较早起床。华视新闻采访团队伫透早6点到伫花莲寿丰的东华大巷。校园内体格调查为2015年开始，真大片的草埔、厝森林甲封闭的水域，或者小动物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甚至完全唔惊人。喊的话，它就是会。懂吗？好可爱啊！2019年，东华大学校园环境中心发起认认真真看捕鸟的服务学习计划，真学生为探索校园内悠游自在体格。慢慢的引发对四周围环境生态好奇心。但我个人有发现到，就是春天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听到环境质的叫。环境质是不是就是公鸟会为了要保护母鸟，然后在繁殖季的时候站在比较外面去叫，然后吸引注意力，这样敌人就不会注意母鸟。这个说法是对的。
好像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是很知道。没有人做过，这好像他们没有被，好像是个没有被证实的说，就是一个说法。由资深的人伫带因观察的笔记簿啊，记录捌伫校园内出入的鸟啊，超过160种。它趴下去的时候会把翅膀给打开来，就是会整个这样。是哦，我以为是直接脚收起来然后压下去。这我不知道。我有看过它这样子啊。所以是林下的话，这种草籽会比较少吗？就是他们喜欢吃嫩芽，像这种草芽。嗯哼。所以他们农夫才很讨厌它们。伊嘛以质化量化的方式记录校园的鸟啊，做生态观察的事件簿。去年就是有发现到环景雉繁殖，有8只或是更多的环景雉会在那边一起行动，也不知道环景雉变多会不会对他们造成这个草地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应该还是会维持一个平衡，因为很多的研究调查都是要累积那个数据，才可以去知道长期以来他们的趋势如何，让大家能知道这样的调查计划，然后一起去参与，然后了解学校里面的鸟类这样。东华大学学生长期在做校园内的鸟类观察，发现呢，像这样子有开阔的草地，加上后方有树丛的话，就是环景雉它最喜欢的觅食环境。甲体格斗阵是真平常的代志，嘛是东华师生的日常。环景雉是我刚进入东华，刚开始看鸟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会认的鸟。因为那时候就是学长姐带着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带望远镜带我们看环景雉，看鸟的话很早起。那如果要做这个调查的话，就一定会必须要起来，所以就至少1个月都可以看1次鸟。这里有非常空旷的草皮嘛，然后我们常常就可以看到它就这样悠悠的散步，然后可能是因为校外的草丛很多草都真的很高，所以他们这里都比较习惯躲着。然后等到他们觉得太危险，他们直接飞走，然后可能在它拍翅膀那一刻，你才知道哦，原来它在那里啊。反正因为环景雉容易看，但是要做它的调查，其实也有一些难度。然后，比如你要标记它，你要捕捉它，它就不是那么容易抓。好，那观察的话是不难观察。好，那不过过去一直大概就各种原因，我们就没有机会针对它做一些研究。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人对它的影响。哈，那在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干扰它们。它主要喜欢在农田里面，然后这个农田里面它们的破坏力又很强。所以很多农民不是很喜欢它们，所以会做一些驱赶的工作，所以让在外面的环境雉就会比较敏感，会对人会比较有戒心。就是到这一带，我们下班的时候这一带都是这样。都是什么？就是很多环境雉啊，就是这边一堆，那边一堆，那边一堆这样。那我们常常这样的，有时候就是走到里面去的时候，它忽然从你前面这边啪就起飞这样。伫枫林的调枫农场，嘛是体格集中的大本营之一。晨昏的时候它就逛大街，逛大街有时候没事会被它吓到是怎么样？有时候看到它，然后它可能就是蹲到草堆里面去，然后你慢慢走近，你也不知道它在旁边，然后可能就10几只从你前面这样，当飞起来。人为因素对栖地过度的开发，甚至当作正平常，甲赶还是甲垃圾，拢是保育类的动物出时出刻面临的生存危机。不管是保育观念，或者是环境的部分，需要时间让它变成大家的共识这样子。这边有10几个农民嘛，其他农民几乎就是环境雉要吃的，他们就不种，只有我一个人善待，那是没有用。所以我其实是要找到是可以推广的方式啊。可是我这几年我真的觉得太自不量力了，我觉得可能很难。部落领袖高举布条抗议知本湿地的光电开发案，族人。这里是台20甲线旁，预计接下来这一块55公顷的地将兴建太阳能光电系统。包括去供电厂农地变更，认为总是无场地对生态干扰，继续侵入体格活动范围。东部这边才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大面积的光电厂。好，那不过在已经有少数一些已经架设的厂里面，我们也有做一些动物的监测。好，我们就发现环景雉会进去里面，甚至也在里面发现过巢，它们会在里面繁殖。好，那这个听起来也是不错啊，就是至少环景雉没有那么排斥这样的环境。光电厂的开发会造成我们这边的草地森林面积消失。好，那环景雉虽然会利用，但是这个
是不是它最好的环境，我们其实还不晓得。保育类的动物无物件通食，饲地缩减无的确是原因之一。饲鸡甲农友的冲突一直拢是紧张对立，到即马也未完全消除。规划出我们一些特定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个区块能够不影响到农民的一个收成为原则。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从一个示范点，让我们生态与这个当地人能够怎么样去共存，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努力。永续生态保育，提倡天线教育，饲鸡嘛捌伫阿里山彩绘列车顶。以红艳的外表，伫铁架路顶成为影目的名称。基台和平相处，目标友善环境，为一份田地、一片湿地，也是一座树林。只要咱人愿意诚思改变，拢会使为因延续生命，嘛为台湾的生态保育种下无穷的希望。过去农民看这个鹈鸡，认为鹈鸡是产地的迫害者，人甲鸟仔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但是这个保护生态甲守护作物，敢讲无法度来兼顾呢？这同款的难题嘛发生伫台湾其他的所在。后一段节目来去台南的官田甲高雄的美浓，来看这个菱角鸟随着保育观念的改变，安怎闪过风屠杀长种的命运。